今年最吸金嘅原料唔係 A 醇，亦都唔係玻尿酸，而係重組膠原蛋白。錦波生物因為呢一個原料，一年入面市價推到上354億，連 L'Oreal 都爭住同佢合作。旗下嘅 SkinCeuticals 出嘅膠原針同埋膠原精華都係用佢哋嘅原料。咁 Fishy 咧本身就唔想去入局嘅，最尾實在太香啦，都係忍唔住用咗錦波嘅膠原蛋白去做佢哋嘅新產品。呢本狂歡嘅背後，究竟係咪真係有科技 support 咧？膠原蛋白咧本身係一個超過30萬分子量嘅成分，我哋嘅皮膚吸收法則其中一樣咧就係要分子量低過500嘅，佢就明顯違背咗啦。但係錦波用佢嘅專利將膠原蛋白變成短鏈，同埋佢係有自組裝能力嘅，有做到一啲數據實證啦。科技咧可能真係可以推翻到一啲規則，但係我哋仍然係需要理性去審視同埋消費。作為一個需要走在最前線嘅配方師，其實我已經幫大家試過啦。咁佢啱啱出冇幾耐，錦波佢旗下有一個自己嘅品牌嘅醫用修復噴霧，我因為要湊仔啦，都冇辦法喺出面做醫美。咁我自己喺屋企咧都會做下微針嘅修復噴霧，我自己用我嘅感受，其實佢修復傷口嘅速度係會加快，有平滑肌膚嘅感覺嘅。但係佢退紅同埋膚質管理咧，其實就唔係特別好出眾，性價比相對咧就唔係太高嘅。所以咧我咧就將錦波嘅重組3型人源膠原蛋白配一啲期刊級比較多去 support 功效嘅成分，例如 B5啦、全明酸同埋 beta 葡聚糖，咁呢啲咧都係可以促進傷口啦、保濕啦，亦都可以協同醫美效果，令到斑容易啲淡，同埋冇咁容易反黑嘅。咁另外亦都加咗大家最近真係超級經常性聽到嘅原料，就係外鼻體炎症修復同埋呢個色素管理，全部搞晒。基本上一個你諗得到你需要嘅修復噴霧、醫美噴霧，佢都係做到晒嘅。咁但係咧價錢咧其實真係唔係貴過我以前買嗰支好多，即係貴少少咁多。如果話中國品牌係卷中之卷咧，我哋呢支精華就算放喺中國市場都係卷到不得了。始終相信要講齊理論啦、實踐啦、價錢都要可以令人落到手，咁佢先係一個好嘅產品嚟嘅。